43講周易第16篇，豫雷上地下，口是將成上。雷對豫，震上坤下，豫利殿侯行師。初六明豫凶，六二介於石，不中日正吉。六三虛與，晦辭有悔。九四游豫，大有德，勿疑。用合參。六五征疾，行不死。上六冥豫，成有餘，無咎。雷地豫，震上坤下，解雷上地下。周文王以天上的雷落在地下者景況，演繹豫者際遇。動物入冬，藏伏土中，不飲不食，古人稱之為疾。春天第一聲雷響，驚醒疾的動物，這天稱作驚疾，是24節氣中第3個節氣。標誌仲昌開始，萬物驚醒，生機啟動，將會欣欣向榮，隱喻好事將成。豫呢個字暫未在出土的甲骨文或者金文找到。金文大選，豫字由宇象二字組合，應可推測其意。豫嘅甲骨文造型係手把一塊地移放到另一塊地上，以將兩地結合。甲骨文常用象造字，例如衛的符有手象，解作管控大象，豫能肩負重任。用象嘅字予進行重要事情，因此出動象。豫以示會完成重要私事，也等同好事將成。不過事態常會有變化影響，得失實是難料。周易用良謀教人怎樣才好事必成，不會功虧一簣。豫利殿侯行師，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好事將成，要努力才有成果，以好方案發展管轄地域，可以集眾行軍，以好事將成，為無不失。一、妥善建基修正；二、做好軍事準備。好多事情睇嚟發展下去必成好事，結果卻功敗垂成，因為需以正確安排，內外因素變化難料，所以要緊密審視建基修正是否妥善，還要有軍事準備，防不測嘅天災人禍。初六明豫凶，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發聲宣揚好事將成，呢個係會無知做不好有危險，以事未成而預先宣揚，便會一得以忘形落敵生悲，二惹來妒忌招人悔妒，兩者都引致功敗垂成。例證初六得以忘形，扶天喪師，形勢大好，為何落敗呢？前秦王苻堅得謀臣王莽相助，國富兵強。苻堅見東晉勢弱，要揮軍南下一統中國。那時王莽已死，謀臣苻融等勸阻，但苻堅執而不聽。前秦兵號稱有8萬，前東晉只8萬多。苻堅哪把東晉放在眼內？幾次小戰得勝，苻堅便意氣風發，恃重兵直逼淝水。前秦軍隊遭到淝水布陣，東晉軍無法渡河。東晉謝玄派人請秦軍後退少許，用東晉軍過河後才開戰。前秦諸將認為不可，苻堅卻應允，係想待晉軍半道便突襲。怎知鄭玄早與前秦軍中的朱序約好，前秦軍一退，朱序便大呼秦軍已敗。秦兵不知受驚奔逃，全勝崩潰。東晉大勝，苻堅中箭受傷。苻堅兵力大佔優勢，小勝便得以忘形，過度自信而掉以輕心，結果一敗塗地，實令人惋惜。良謀一，未竟全功便得以忘形，驕傲自大，必以疏忽犯錯。何況若是雖比守備，泄漏消息，必誤大事。六二介於石，不中日正吉。甲骨文嘅意思係
解作物點自身其中艱難，如從山開採的物質，但也未得整個白天時間去使用。預計幾按造才成好事，以物點就算艱難，也切勿長時期使用，因為不能肯定可維持多久。好事將成，更應節制，避免超支，以保證最後成功。例正62，煬帝無道，瞬間亡國，不識節制，坐吃山崩。秦文帝克勤克儉，令國家富庶太平，可惜到秦煬帝一朝便亡國。隋煬帝少時極忠心帝，騙得文帝夫婦改立他為太子。他繼位後揮霍無度，營建宮都，泛遊揚州，廣置離宮，遠征高麗。如此勞民傷財，致令國庫空虛，民怨沸騰。第二次出征高麗時，楊元或作反，引發連串民變，煬帝國王被殺。古來無道君王，除咗憑車敵齒，為何更好大氣功？他們無德無能，以為容易立功，那便更可以胡作非為啦。梁謀議計劃周詳妥當，包括物事與人手都要適當運用，過度調配會造成不必嘅浪費同埋勞損。63，虛與晦，辭有悔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1，目前所見會是好事將成，卻反之成要傷感思憶過往嘅錯，係因為躊躇滿志，疏忽誤事。2，拖延進展，亦會承受傷感思憶過往嘅錯，以猶豫不決，耽誤時機。例正63，叔寶擔樂，只顧目前，世上無事嘅係絕對把握。陳係南朝最後亡國，其亡國君主陳後主叔寶，長於婦人之手，身處深宮，不理國事，懶理民生，終日來妃嬪俠客等在後宮方人。北方秦文帝趁機出兵征伐，陳後主聽信讒臣，以為陳國有長江天險難犯，一於不理。隋文帝很快攻下陳都城，陳後主同兩位愛姬走投無路，同入一枯井中，跌倒難逃被俘命運。秦文帝知陳朝有天險，而不猶豫去討伐。陳叔寶卻過分安心天險，那就決定誰掌握到好事必成。梁謀3，過分安心或者係憂慮猶豫，會拖延發展，錯失良機，招致失敗。94，猶豫大有得物而爭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分析及安排康配，以處理好事將成，會範圍廣闊，取得優勢同埋收到利益。以仔細分析好事將成嘅各個細節，會有更廣嘅成就同埋得益。不許未能肯定怎樣做，有不明便要和結盟的好友密切合作，大家促遂全力驅行。如有未明難解，切勿置之不理，應求助朋友同心合力嚟處理。例正94，自諸在握，長着大節，既有信心，計劃周詳，贏面大增。春秋時，齊大隊侵魯，曹劌求見魯莊公獻策。他問魯莊公可有什麼取勝嘅因素後，作出以下評論：1. 衣食分賜，指少數宗室貴族受惠；2. 誠心祭祀天地，亦都就係小誠信；3. 依情處理刑獄，就得順於人民啦。憑3，全國人民會真心出戰抗齊。魯莊公和曹劌乘車出征，會戰於長勺，齊軍擊鼓，揮軍衝殺。魯莊公每次都想出兵迎戰，但曹劌決意不按兵不動。齊軍3次衝鋒，見魯軍固守，不敢強進，無功而還。曹劌待齊軍疲累，則鼓作氣反攻。魯軍如猛虎出達，齊軍遂潰散。曹劌細心看齊軍馬車逃走時嘅軌跡混亂，肯定係真正戰敗，才揮軍追殺，結果大獲全勝。曹劌行軍求萬無一失，事事都要喺計算之中。長勺之戰，
以少勝眾，勝於流傳古今。良謀4就係好事將成，若咗勝利在望，應在分析，謀求更佳收穫。若有存疑，便要尋助，先肯定圓滿解脫。下一講會繼續解說餘下嘅喻，並引用3代現代史實演繹喻嘅良謀。下一講見啦。